第17天，全心全意尋求神。耶利米書29章12至14節：你們要呼求我，要來向我禱告，我就必應允你們。你們要尋求我，只要一心尋求，就必尋見。我必給你們尋見，這是耶和華的宣告。我必使你們被擄的歸回，從我趕逐你們去的各國各地，把你們集合起來，帶回我擄你們離開的地方去。這是耶和華的宣告。主啊，你係守約施慈愛嘅神，喺生命入邊每一個季節，你教導我喺信靠入邊去呼求你，全心全意降服尋求你。求你聚集我分散嘅渴望，使我嘅心轉向你。當你將我領回嘅時候，願我喺你裏面得享真正嘅滿足。阿門。